想说，2020年这年刚好适逢农历的庚子年，全球疫情。那么当大家一片好，全世界都在为了 COVID-19 的事情而愁云惨雾同时，但是在宝岛台湾呢，我们却也能够这样的情况来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可以说是包含我们的佛陀菩萨跟神明的庇佑。在这次高雄市政府跟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也因此共同举办了2020世界神明年会防疫新生活，我们共同祈求国泰民安，大家保平安。我们选择在12月25号这一天，邀请全台湾各地方宗教神明佛菩萨神尊，共同齐聚佛光山佛陀纪念馆，来共同举行宗教联谊会活动，并有国泰民安祈福法会，能够庇佑大家吉祥平安。那么，事实上，这是我们多40多年的举办之后，在今年再度在疫情情况下，我们希望从至少能够在佛菩萨的这个庇佑之下呢，能够借我们这些聚会的法会，那么更能够增加大家的福报。更重要的重点是能够至少大家那么祈求。谢谢。那个材料那个领导是台湾的民族记忆，同时也是台湾的民间庙会或者是习俗，在安联音乐